大家好啦！一晚過去，中共就正式宣布咗架飛機撞咗中國專大廈嘅事件，就證實佢話飛機駕駛員已經死亡。咁同時咧，中信公司又即刻出咗篇文章，幾乎係同步嘅，特登將高管劉俊華個名咧擺咗嘅標題度，明顯就係間接咁澄清謠言。咁係咪真係證明咗駕駛飛機撞樓嘅主角其實係第二個人，而中信呢位女高管已經完全冇關呢？恐怕未必。當然，我哋從另一個角度嚟講，即使真係有第二個人喺呢個駕駛員，究竟係咪真係叫劉俊華？佢係咪真係同名同姓嘅另一個人呢？咁呢個人又係邊個呢？英國大報《金融時報》今日就有獨家爆料，佢哋嘅記者係喺東石公司石筏子機場現場挖出嚟嘅料，證實咗一個好重要嘅消息。當然，大家見到架飛機撞樓，邊個都知習近平大機會睇唔着，因為撞樓嘅地點真係離中南海太近。而今次比撞樓更近嘅一個危機呢，就係尋日人大常委會先出咗個公告。當然講翻呢架飛機啦，依家有一個好震撼嘅最新爆料出嚟嘅，話佢真係好有趣。咁去咗中南海兜咗個圈呢，至少都係喺中南海附近啦。今日係美東時間6月27號，我係滕慶遠，歡迎大家睇到我哋近遠開講。我哋呢度係一個用客觀事實、用邏輯同埋常識去挖掘新聞真相嘅平台，非常歡迎大家訂閱，一齊睇睇呢場大戲。我哋而家跟進咗咧，就係尋日震驚全球嘅北京所謂拼多多版911事件。咁美東時間今日凌晨4點幾咧，北京朝陽官方微信公眾號咧就出咗一份正式嘅官方通報。呢段內容大家睇落好簡單，就講咗呢一段話6月26號下晝5點55分，喺朝陽區東三環附近，一架單引擎雙座輕型運動飛機喺飛行期間撞咗一棟高層大廈，機上得駕駛員一個人已經死亡，現場有13人受傷。而家受傷嘅人都冇全力搶救中，相關情況由主管部門進一步調查緊。就係冇一份好簡短，可以話係講得唔清唔楚嘅通報。你見到呢份通報本身就充滿咗所謂中共特色，因為呢份通報話出事嗰樣嘢叫做輕型運動航空器，係咪？佢又唔講明係一架飛機，係咪？其實佢就係特登想淡化同混淆嘅概念，係咪？仲有佢淨係講撞咗111棟高層建築，佢又唔提撞到佢其實係北京地標，係全北京最高嗰棟樓中國專仲有呢個地方係央企，係總部嚟嘅，即係中信公司、中信集團嘅總部啊。咁其實無形中就將呢次好明顯有目標嘅飛機襲擊淡化咗，就變咗好似係一次隨機咁唔小心嘅失誤嘅啫，啱啱好撞嘅一下噶。咁用嘅碰撞呢個詞，自然就將自殺式襲擊嗰種色彩抹走嘅。而且咧，佢特別強調話得司機一個人啫，就係暗示呢件事只係一個偶發性某個人嘅個人行為，唔係咩有組織嘅行動嘅。所以你會發現就係喺短短一份通報，中共嘅文字維穩方面嘅功夫真係犀利。你要講中共話第二，天下嘅人夠膽話第一啦，係咪先？但係無論點都好啦，至少官方已經出面證實佢個司機已經死亡。但係最重要嘅資訊呢，其實喺呢度俾官方有意嘅模糊嘅，或者可以話係忽略嘅，就係呢份通報入邊呢，佢哋提到司機嘅性別。大家都係跟翻以前嘅，即係正常嚟講，官方只要發布呢啲重大事件嘅通報，即使唔講當事人嘅姓名，唔講當事人具體身份，咁一般至少都會講清楚，話呢個人係男定女，係老人定未成年人之類，係咪先？呢啲最基本最起碼嘅身份資料，以前都一定會講清楚。但係而家官方就好似違反咗慣例咁，連駕駛員嘅性別都完全唔提，咁樣本身真係好難唔令人起疑心，係咪先？跟住咧，我哋見到就係官方通報啱啱出咗，差唔多同一時間，被撞嗰一方嘅當事人，即係中信集團啦，即刻就出咗出片澄清嘅。今日就係中信集團嘅微信公眾號，係咪就叫做中信理財？佢睇出咗篇文章咧，標題就叫做文化嘅穩健志願啦。信銀理財劉俊華講咧，文化賦能公司高質量發展咧，呢篇文章咧，佢唔單止將劉俊華個名擺咗落大標題，仲喺文中特別註明咗佢哋嘅時間。
意思就係話佢喺2026年6月27號，即係尋日啦，亦即係今日啦，話信銀理財專戶投資條件總經理劉俊華分享咗企業發展嘅思路等等等等。咁呢個當然就係一種間接闢謠嘅意思啦。當然，劉俊華究竟發生咗咩事？成篇文章其實佢哋人真係關心，大家都只係關心一點，就係話，既然呢篇文章聲稱劉俊華喺今日6月27號仲生存緊，你睇下佢仲可以出嚟發表講話，係咪先接受訪問咁樣？咁而家喺正常工作之中，佢可唔可以俾劉俊華真人出嚟路下邊行兩步俾大家睇下呢？因為畢竟喺中共嘅多官方宣傳機構入邊，中信集團都係屬於央企啦，係咪？都係屬於呢啲龐大嘅央企嘅，有自己專門嘅宣傳部，而呢個宣傳部同中國嗰個中宣部係一脈相承，話人哋無中生有、憑空捏造咁樣，可以話比食豆腐仲容易嘅。所以特別係呢啲咁相又冇任何影片嘅文字稿啦，大家而家都用緊 AI， 係咪？可能半分鐘咔咔咔就整好，可以發表出嚟。所以就我個人嚟講，我對中信集團呢篇闢謠文章係比較謹慎同埋質疑嘅態度。最主要嘅原因有幾個。第一個就係啱啱提過，喺官方通報入邊，明知呢個中信女高層係咪可能係架飛機嘅機師嫌疑，呢個傳聞已經傳到周圍都係。咁喺個前提之下，居然通報入邊都唔提飛機機師嘅性別。如果佢入邊稍為加多個字，係咪話呢位機師係一名男子青年男子或者中年男子，咁即刻所有人都知，肯定就唔係中信嗰個高層啦，係咪？咁又冇做呢件事，咁唔提呢樣本身就有啲唔尋常啦。第二就係中信集團呢篇闢謠文章，其實都係講得唔清唔楚佢哋可信嘅視覺畫面，而且又係佢星期六發出嚟，邊個都知呢啲央企公司係咪？點會喺星期六咁發呢？再揾個記者嚟做訪問，做咗公關工作嘅，係咪？咁樣難免令人覺得有咁多疑，係咪？第三就係我哋而家見到有位知名政治學者叫做劉君玲，佢哋 X 平台出嚟發帖爆咗一單猛料。佢話咧，從一個知情嘅朋友嗰度收到消息，話內部咧，中共內部已經將呢件事定性為恐怖襲擊，而當事人確實就係中信嘅一位高層，而且佢尋日咧已經抄咗佢屋企，仲提到佢哋一個情況，話佢係無父冇母、冇仔冇女，好似就係咁樣一個人，佢係駕機飛過咗民航起降航線啦，話民航即刻就報咗俾空軍啦，叫空軍作出緊急應對。咁將資料反饋俾民航核實嘅時候，據講民航入邊就唔接電話啦。佢話呢個爆料話，估計民航嗰邊已經嚇到唔識做，嚇到唔知點算好。跟住就話佢喺最後撞樓之前，其實佢已經喺二環嗰邊兜咗兩圈，可能係揾唔到嘅想去嘅地方，先至轉頭撞咗中國專。呢個爆料透露出嚟嘅資訊，當然呢個爆料咧就作者本人都標注咗係待核實，但係咧佢由體制內流出嚟嘅消息咧，我哋都要好重視，係咪先？呢個資訊真係好驚嚇，因為你會見到呢個爆料提供嘅資料講得好清楚，話呢個首先第一個駕駛飛機撞大廈嘅就係中信嘅高層啦，而且佢仲提到民航嘅空管同埋空軍方面係咪大家互相呼應，但係都好驚慌失措，唔知點算好。其實成個過程同我哋琴日同大家分享過唔同渠道爆料嘅內容都大致一樣。點解成架飛機嘅人可以攔截到佢嘅內部報告等等呢？呢啲消息基本上都係吻合咗。而且咧，唯一特別值得留意嘅就係最後呢句，呢個爆料話架飛機係先喺二環嗰度兜咗兩圈，揾唔到目標先至撞樓。咁琴日大家都見到網上有公開一份叫做飛機航線嘅數據圖，係咪？就顯示呢架飛機應該係由石筏子機場起飛，喺原地兜咗一圈之後，跟住就幾乎直線咁飛去目標，直飛去北京核心區。咁喺呢張航跡圖入邊咧，其實睇唔出有咩特別，真係睇唔到。咁有啲二環嗰度兜圈，仲要兜兩圈嘅跡象都冇。不過咧，我就查咗一下，因為大家要留意一個重要嘅細節。呢架飛機咧飛到接近北京五環嘅時候，已經關咗佢嗰個 SB 應答器。即係話我哋尋日喺網上見到傳得好廣嗰張航跡圖，其實就係24嗰間公司出嚟，佢係一個公眾平台。呢啲公眾平台只可以根據 ADS-B 應答器開住嘅時候嘅追蹤，
即係鎖定咧同判斷咗一個比較準確嘅位置，然後可以畫出嚟嘅航跡圖。但係一旦呢個應答器關咗之後咧，24呢啲平台咧就冇辦法再鎖定呢架飛機精確嘅飛行路線啦。即係話喺我哋嘅呢個可能性理論上真係存在。即係話呢架飛機去到5環之後，佢將應答器同無線電通訊啊，所有設備全部關晒之後，就保持靜默飛行嘅人知佢究竟飛咗去邊啊，亦都唔知佢喺2環嗰度兜咗2圈，然後再翻轉頭，因為撞到呢個地方，中國專嘅3環離2環有幾遠，離中南海又有幾遠？其實最核心嗰個地帶咧，都只係大約6公里左右。架飛機其實以嚟嗰個速度，大約時速200公里飛過去，都只係1-2分鐘嘅事。所以架飛機過去1分鐘、1-2分鐘，佢嗰度轉咗2圈之後，再轉翻嚟，再轉，其實完全有可能。係咪呢種可能性係存在嘅？咁所以就會帶嚟一個問題。如果話劉君霖呢位學者咧，喺呢份爆料係真嘅，佢哋背後可以話係咁藏住極之驚悚、極之可怕嘅信息。咩信息呢？大家睇下。如果話劉俊華嘅尋日關嘅應答器同埋無線電通訊設備曾經駕駛架飛機嘅2環道兜圈飛行，佢肯定就係喺度揾你想撞嘅目標。只不過呢個爆料，有啲人話佢可能揾唔到佢想揾啲目標，所以先翻去3環撞佢最顯眼、遠遠都望到嘅中國專大廈。咁呢樣代表咩意思啊？呢個咧其實只代表一樣嘢咧，就係劉俊華喺好大機會原本就係針對中南海去嘅。只不過咧，因為種種原因啦，可能佢揾唔到佢想揾嘅目標。因為我哋喺地圖上咧，喺中南海好清楚，但係如果喺空中幾百米咁高，可能一時三刻都未必揾到，未能及時揾到。好似中南海邊一棟樓啦，係咪？例如話習近平嘅辦公樓啊咁之類，梗係啦。咁我哋而家冇辦法知道劉俊華原本計劃嘅目標究竟係咩？到底係咪中南海啦？係咪？有可能係中南海，例如話習近平喺銀台嗰個辦公室，亦都有可能話唔定咁想撞去廣場上面嗰個毛澤東紀念堂咁樣，呢啲都係有可能嘅。你而家邊個都唔知佢真正嚟緊咩啦。其實我諗嘅呢啲已經唔重要啦。即係話，如果呢架飛機真係撞咗入中南海，或者係佢天安門廣場墜毀，無論佢撞中咗邊度，只要係佢最核心、最敏感嗰啲目標嗰度，咁樣都可能會比撞中國專更加震撼、更加轟動，係一件大事。所以點解呢架飛機要喺2環嗰度兜咗2個圈？係咪先？跟住又飛出嚟去撞嘅3環嘅中國村，依家都仲係一個謎，暫時都係一個謎。不過我相信呢個謎底，當局應該係知嘅。點解呢？因為呢個劉俊華，無論佢係男定女，佢尋日肯定佢屋企已經俾人抄咗。所以佢要做呢啲嘢咧，一般嚟講唔太可能唔會留低遺書嘅。因為一個人如果真係抱住必死決心，我一定要去做呢件事嘅時候，佢肯定會想將佢哋睇法啦，佢都好，佢一定會寫低。佢都希望自己點解要做呢件事，係想俾公眾知道，係咪先？當然啦，我哋都可以見到劉俊寧呢個爆料咧，明顯就同中信集團發出咗嗰篇闢謠文章咧，形成咗一個對沖啦。究竟邊個講法先至接近真相呢？我哋而家就即刻同大家做個民調。如果你覺得嗰個司機係咪就係嗰位中信女高層劉俊華，你就回覆一個阿拉伯數字1。如果你覺得中信集團嗰篇嘅闢謠文章更加可信，覺得劉俊華應該係另一個人，只係同名同姓嘅話，就回覆2。你就回覆一個阿拉伯數字2。大家而家就可以俾我哋呢個回覆啦。我哋繼續喺討論最新嘅重要資訊，就係今日英國金融時報出咗一篇獨家報道，就係佢哋呢間媒體嘅記者真係幾盡責。咁尋晚深夜就去咗事發機場，即係叫石筏子機場，走去嗰度守候。結果真係揾到佢哋出嚟，因為咧佢哋通過調查核實咗一個好重要嘅資訊。咁究竟係咩資訊呢？我哋暫時停一停，先睇今日嘅工商時間。提提大家，我哋今次黑高知父親節優惠活動，聽日夜晚係咪午夜就會正式截止？即係話包括今日嘅內，總共仲有2日嘅優惠啫。大家要把握時間啦，係嘛？輸入我哋嘅折扣碼 TJY 你就可以享受85折嘅優惠。同時咧，單一訂單買滿500美金，仲可以即時自動減30蚊，2個優惠可以一齊用嘅。所以有需要嘅朋友，快啲把握時間啦，去睇我哋今日文字區嘅連結落單啦。
點解我會推薦大家呢隻黑高治呢？有兩個原因係咪？第一就係冇攞到加拿大衛生部嘅雙重認證，第二呢就係佢喺加拿大政府監管之下生產，所以品質絕對可靠。我已經同大家分享過好多次一個數據，係咪？就係淨係講上個月5月份呢隻黑高治嘅平均回購率已經達到咗43.68%，即係話差唔多接近一半嘅朋友買咗嘅人都有選擇繼續回購。咁代表咩呢？就係大家對佢嘅品質、對佢嘅效用都好有信心，大家都親身體驗過，所以呢個數字本身可以話係啲品質最好嘅證明。咁佢究竟對邊啲有效呢？我哋舉幾個例子啦，講下好多朋友嘅留言。有位叫 MI 嘅朋友留言話，佢話呢個黑高治真係唔錯，對我咧喺更年期嘅人嚟講，食咗之後冇得好啲，對腳都覺得有力嘅。仲有一位叫 M 嘅朋友分享話，佢飲完之後精神特別充沛，滑咗幾個鐘頭，雪都唔覺得㗎。仲有一個呢，其實對高血糖都有幾好嘅作用啦。我哋有位老年觀眾老朋友嚟睇啦，叫做劉老先生，佢長期有高血糖，服用之後，佢話佢代謝指標好快就改善咗，甚至包括我自己屋企嘅老人，咁我都同大家推薦過好多次。咁我屋企嘅老人親身試過，佢都有高血糖，食咗之後明顯改善嘅。而且喺特登同我講，行路嘅時候覺得對腳有力嘅。仲有一位70幾歲嘅宋大姐，佢都話食咗之後夜晚佢覺特別好，冇得心，日頭精神都好充沛，所以好開心。一次過回購嘅12樽，覺得呢樣嘢真係好。咁當然以上都係一啲個人體驗俾我哋嘅反嘅，係咪先？呢個效果可能唔一定每個人都一模一樣，可能會因人而異。大家要記住，呢個黑高治只係一種保健食品，唔係藥品嚟嘅。非常歡迎大家把握時間，快啲落單。多謝大家支持。